流亡的维吾尔族人担心其被关押在中国集中营的亲戚可能面临武汉冠状病毒的感染。他们说，在集中营中，中国当局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在整个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中，约有180至3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被拘留。新型冠状病毒袭击集中营的结果是一个糟糕的现实。东突厥斯坦教育与团结协会主席乌格泽汉说，因为那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关押，大约50人住在一个小监狱里。另一方面，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族封闭在家中。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中国官员宣布人们不外出，不接待任何客人。在土耳其埃拉泽格发生6.8级地震之后，维吾尔民间组织响应政府动员行动起来，帮助地震受害者。东突厥斯坦的许多非政府组织都来拜访埃拉泽格的地震灾民，并向他们提供了食物和其他援助物品。1月29日，一个维吾尔代表团访问了埃拉泽格市长和一些议员，传达了维吾尔族的问候。也获得当局许可后，他们在受灾地区悬挂了一幅东突厥斯坦蓝月国旗。运送美国和日本侨民的包机周三早上起飞，离开武汉。还有一些国家也在准备把本国侨民撤离湖北。日本的包机已经抵达东京机场。据美联社报道，东京市政府证实，包机上的206名乘客有4人生病。美国的包机目前已经抵达美国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市，机上240名乘客在安克雷奇办理了入关手续，并接受了疾控中心的视察。与此同时，英国航空公司周三宣布，由于武汉肺炎持续，即时暂停所有往返中国航班，不接受网上购票。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决定从即日起2月9日全面暂停旗下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往来中国大陆的航班。土耳其航空也暂停所有来往武汉的航班。世界各地航空公司因应情况削减航班。随着许多城市，特别是中国武汉的数百万人的隔离和封闭，到处都是无人鬼城。土耳其学生艾伦·奥卡可说，他4个月前来到厦门学习汉语，由于武汉冠状病毒，他和其他留学生不得不离开中国。他说，我的寒假计划于3月16日结束，但是学校宣布我们要等到第2次通知后再回来。我们住在厦门外面，那是一个非常拥挤的城市，但是当我搬到机场时，大街上没有更多的人，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我认为到处都是鬼城。另一方面，上海市的一名医师说，我这次做了一个决定，把所有岗位的医生全部换下来。换成谁？换成科室的共产党员。他们宣誓的时候不是说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吗？欧洲议会周三最终批准了英国退出欧盟，为英国周五正式退欧铺平道路。欧洲议会以621票赞成、4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英国与其他27个欧盟成员国于去年10月达成的协议。投票结束后，议会大厅响起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73名即将离开欧洲议会的英国议员在投票后前往参加一场送别聚会。